九龍灣係由政府全力打造的核心金融商業區，區內商業氣氛濃厚，工商大廈林立。在政府活化工廈政策帶動下，整區轉型步伐不斷加速，多棟新式商業及工業大廈相繼落成，加上多方面配套持續升級，吸引到市場用家及投資者落戶，當中包括銀行、保險、國際品牌等等，成為營商集中地。九龍東核心九龍灣坐擁先天地理優勢，毗鄰全新的啟德發展區及香港郵輪碼頭，區內擁有大型購物商場，亦是政府致力持續發展的商貿核心地帶。整區商貿配套完善齊備，產生的協同效應將帶動九龍灣邁向更前，成為市場焦點。未來發展潛力無限。九龍灣為綜合交通樞紐，位處香港鐵路沿線，貫通多條主要高速幹道，無論以鐵路或道路出發，前往各區都只在瞬間，盡享完善交通網絡優勢。九龍灣宏照道23號係一個全新甲級寫字樓項目，項目位處九龍灣核心位置，將可提供約29萬尺全新商業樓面，單位面積約1497平方尺至全層約14488平方尺，單位四正實用，裝修齊備。可飽覽維港及啟德發展區遼闊景致。宏照道23號全新甲級寫字樓，市場信心之選。